我还没给小罗说给他送礼物的事，应该明天和后天就安排了，因为太多了，就全都是有零食的那种，我不好包啊。我准备中午就去买，跑过2、3趟吧，一次买2个人的，买2个人零食，然后先堆到我车上，然后再订鲜花那种，应该多跑几趟，应该一天可以搞定吧。鲜花订小一点，300块钱订200的，因为太大了没什么必要，那个，要么就送大一点，送个500，反正觉得还是小一点，就是零食做的多一点，比较实用一点。诶，哦，不知道放哪里好，现在。哦，你的好悬，好危险。对。太细了那个。玲玲来喽。这儿来了，大家全在一起。豆儿还没来。这星期六嘛，人还多一点。周董那部都好少，很少看到他了。谢谢。这个是周董那部，这个走马驹，这个是八通部。哎，他们衣服呢？他们衣服换掉了，外套都一样的。戴个耳套。真绕不了很少，哎，走马座有时候也来一下。为什么小罗在送呢？小罗送什么意思呢？送了一个粉丝让我们俩一起写。哦，那是送啊。哦，是送。你要2个。
够不够哦？长廊茶叶曲城，这边是邻里沐浴林，因为教堂沐浴林一般都叫邻里。还有姜末，肉姜末，叫三个钟吧。好时髦哦！可以啊。这个，赶紧去。那进去。人卡来了，好了。哎，你好意思不？尊重一下，尊重。尊重。哎呀，太矮了，他说。团队的还有其他的没，应该差不多了。就还有在直播的，说哪来了？总有那个他妹妹。是粉丝让小罗送哈达，对你们让我问哈达，我不知道价格吧？我不知道，真的。他们价格有高有低啊，有贵的那种，楼上那边卖的都是比较贵的，我家猫那边有便宜的。冷了之后就一人带一个哈达，最后一点，脖子上软和一点。网友让他拜托给他让他送的。小罗说帮网友委托他送的，不是 PK 说了吧？应该不会吧 ？PK 说未必哦，每个团队每个人跟送他来嘛。好。等会儿我把钱转给你，你把那个给他，你跟他们弄就说吧，好吧？就是他们长装啊。长装吗？对啊，六个，他们2个加那个4个。4个人吗？6个人加上2个。哦。对啊，然后等会儿我把钱转给你啊。他们弄了吗？没有啊，你朋友交你朋友弄搞嘛。那他们4个弄了吗？没有啊，都一起吧。我把钱给你，你等他们自己选吧。他们6个的我来做吗？一起做啊，对啊。没事。你交给你朋友做就完了嘛。他们妈妈特别好。不是，我也不知道。没事，反正应该很简单吧。反正按照那个价格出去说嘛，每个人投530块钱左右。每个人啊？啊，对啊。行。好吧。我就跟他说一下。啊，对，我把钱转给你嘛，你手机我转给你嘛。好像是将近3300多块钱。我支付宝，我扫你支付宝吗？有没有？我们2个一起去，你明天有空吗？我们2个一起去
不用，没事，我把钱直接给你就完了，你直接用嘛，不给我加个这个，反正给了，应该是人民币3300块钱，3200多。还有那个6个小孩多大呀？哎，有大有小，有1米7几的，有2个1米7，还有个1米6几，2个1米6几，2个1米7，再加你们2个。有什么要求啊？没什么要求啊，就长就可以啊。没事，明天我们2个去看。不用，他只要喜欢也可以。明天我们2个去选，然后我选错了也不好，人家。没事，不用，他没有要求，他只需要把那个这3000多块钱你直接，他们喜欢做哪就做哪种，不存在。我问一下他，我不用。没事，反正你把钱给他，你按照那个3200块钱，3300块钱自己刷。我跟他说一下，然后微信可以吗？没事，我把钱给你嘛，我钱给你，你们自己弄就行。我先问一下他做出来是什么样子的，再不行的话你找那个叫啥？好嘛，也可以。问一下他好吧，把那个就这个，要么加个微信好吧？加个微信，加微信好联系，有时间。没空的时候我刷手机给对找点事上聊天。完事了。我去跳了。啊，我看到这个哪里？太晚了。加微信啊。这个吗？我就记你第一。反正你问一下嘛哈，问一下应该没问题，对他们来说应该很简单，是吧？圈终于跳了啊！他一直在直播。没有，我做这个直播。里面有点像欧姆的感觉，它的物质那些有点向欧姆靠齐。远处看有点有小红布的，是不是李宁？在哪个啊？这儿他们都在后面。那个戴眼镜那个13岁，好高哦，现在1米7了。